我来念歌咯。昔时贤文花女谆谆，故事拄啊讲到廖添丁红龟来到德山地。这个土地过去上侪人讲的话，你还会记得偌济？车行到伊就暗暝伊就丢，哎哟崩空啦！拜日文昌你来去搞啊过年啊？哪有？好油饼，好油饼，我不来吃。麻婆汤啊，米糕、凉面、臭豆腐、大肠面线、八宝酥、心汤、鸡肉饭、萝卜饭、面。泡一杯咖啡，兄一锅茶，医疗也来坐。讲戏出小交陪，甲历史约会，找找故乡的爸母话。暖暖站门客，咱的故事探万地。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查门客电台制作，公司主持。牛肉面、肉粽、肉丸真好食。欢迎观众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专门客节目，我是家属。每一个人伫读册过程中，奇奇检检，都要拄过几个使人难忘的老师，也是同学。大汉以后，可能三不五时会去受到正的人，毋知因即阵过了啥款。甚至有时伫电视报纸看到同款的名声，佫会犹豫，敢是家己熟悉迄个人。今仔日拍远的故事广播剧，咱要来小解两位互阿人生的少年的老师甲同学，邀请空中好朋友斗阵来收听陈明仁的参庄浪漫纪事《红梅仔廖添丁》。电视报纸，我敢若看球类比赛新闻。规年冬天拢有世界性的大比赛，无论踢脚球、NBA 篮球，也是野球，我拢守伫电视前。人若半暝转播，我就一暝无困。Goldschmidt swings at the first pitch and lofts it to left center field and deep. Mitchell back, track, wall, see ya! There's a leadoff hitter, 1-0 Yanks. 今年美国的野球，佫是老戏出。美国联盟的 Yankees 拼国家联盟的 Braves， 对一队赢，甲我无地带。反之，波士顿迄队 Red Sox 无赢。我对波士顿这个都市印象袂歹，毋过因球队名红梅仔，伫我囡仔时代记忆，佫较有寡意义。我做囡仔伫庄稼所在读册、生活，做世人无人咧穿鞋，佫较免讲是梅仔。迄阵的寒人，有当时啊透早路人涂骹会结霜，我嘛是脱只骹，哪赤脚啊，哪行哪着，就是毋穿鞋啊，连鞋啊都无咧穿啊，要哪有人穿梅仔？我读国校的时，虽然我的成绩拢是头名的。毋过，伫学校上得人笑的是一个查某囡仔，因阿爸是阮庄的富户。迄个查某囡仔读3年的时，捌甲我共班过。毋过，伫阮升4年的时阵，因兜就拢徙去美国啊。迄是我做囡仔头一个恋慕的对象。我上课无心无情，过几工学校搁订婚班，我换一个查甫的少年老师教。头摆上课，各位同学，大家安静。
我是恁这学期的老师。啊，换老师啊，新老师换查甫的。我真欢喜做恁的导师。对啦，咱这班有一个成绩足好的同学，希望大家拢向伊学习请教。讲了，煞叫出我的名。阿仁。哈哟！大家甲阿仁拍扑啊！暗地互人安尼公开学了，我感觉真歹势。迄个少年老师穿插真水气，白靴子、甲内骨带、羊毛裤，甲阮装做事的大人完全无同，我真心酸。完顿工，我真早就去到学校，把新课本摕出来读。阿仁，哪知老师嘛真早就来。老师够早。你遐尼早就来学校啊？系啊，来学校看册。看我家己咧读册，行来坐我边啊，嘛摕一本册出来读。我问伊讲：老师，你倒咧做老师啊？哪会得去读册？我就是真爱读册，毋才会做老师。伊个神秘讲：我毋若爱读册尔，我阁想要写册咧。写册？册毋是拢政府本的，要安怎写册？哈哈，有足侪册拢毋是政府本的，像我这本。老师互我看伊咧读的册，到当我还会记这册名是《跳舞提名册》。作者是一个叫做佐拉的，我毋知半项，老师就甲我讲迄本册的故事。这本册是咧讲爱情的。哦，我就是想要写这款的册。迄是我头一本早的课外册，嘛头摆知影有人是专门咧写册。无意外，日后我嘛行上这条路。迄天故事讲无了。都有学生来啊！伫早读时间，咱班里需要一个班长，毋知写较适当。陈老师，校长。这时校长带一个学生来，伊是这学期为都市转来的，要读恁这班，请陈老师关照一下。好，无问题。来，大家拍扑啊！欢迎新同学。请新同学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做吴添丁，阮老爸奉调来这派出所做新主管，阮规家拢搬来这。我伫学校是野球的选手，我希望会当参加这个学校的球队。野球？迄是什么歌？我听过。伫迄阵，阮规班无人知影什么野球，嘛毋知学校会使组球队。阮阁继续讨论选班长。老师感觉阿仁是班长适当的人选，伊成绩好，嘛捌做过，有经验。毋过做班长就牺牲家己宝贵的时间。阿仁已经做过啊，应该换别人来服务正人才对。我知影老师有咧替我设想，做班长有真济哩哩扣扣的工课，逐工比同学较早来，较晚转去。责任真重。咱这位新来的同学，甲大家无啥熟悉，应该爱先服务班里。做班长嘛是真好的机会。结局是阮两个互提名做候选人，共有3天的时间，互阮做宣传活动。拜六才要投票，互同学做决定。恁两位候选人会使利用这3天的时间，好好啊宣传，就若像选议员。选乡长安尼，拜六才来投票，决定什么人做班长。再来，阮选班长拢是老师指定想就想，嘛捌互大家同学选，毋过是当场随投票，毋捌有真正的选举运动。第2天，我甲平常时同款，无特别做啥物，哪知即个煞亲像人咧选民意代表安尼。
囡仔人嘛那大人甲内骨带浸皮鞋，用白纸写伊的名，吴添丁，见人就分。请支持，多谢，请支持，多谢。阿仁，你嘛会使学吴添丁做文宣，替家己宣传，安尼才有成真正的选举啊！我想想咧，就写一张海报，讲请投予吴添丁，互伊有机会替同学服务。老师看到，讲安尼违规。阿仁，你会使替家己宣传，袂使公开替对手抢票啦。我想讲，老师毋是有讲过，要互新同学有机会服务正人，即时佫叫我着好好甲伊竞选，敢毋是真奇怪？拜五早起，吴添丁换穿一双长红袜仔配机会来，伊利用早读时间，甲同学解说。我穿这双红袜仔是代表我的热情有活力。我若做班长，会用这款精神服务大家。爸爸呢听到风声，无看读册，拢走来看这个穿长红袜仔的怪人。伫教室的窗仔门外口挤一阵人，若像动物园看高山啊呢。真是穿红袜仔呢？毋捌看过查某穿红袜仔，看着真眼药诶。我同款无做啥物运动，导师叫我嘛学赶选举步数。你看人吴添丁，逐工拢有无共的出头，安尼毋才有成咧选举，你嘛留我学一两步啊！毋过我真正无想要搁做班长，嘛袂晓选举的出头。拜六透早，伊比我较早来，看到同学就摕糖仔请人，拜托大家支持。看到我，敢若笑，无讲较一句话。升旗了，头节课。咱即马要开班会选班长，两位候选人先来抽口仔拣号码。好，陈明仁1号，吴添丁2号。两位候选人轮流上台演讲5分钟，发表政见。陈明仁先上台，请同学拍扑啊鼓励。我是1号陈明仁。我毋知要讲啥，徛伫台仔顶面红红，尾啊，敢若报家己的名就落来。再来，请2号吴添丁发表政见。我是2号吴添丁，我会号这个名，就是若像廖添丁安尼，袂勇敢替人做代志。我若做班长，会逐工用廖添丁的精神，穿一双红袜仔，为班里的代志骨力走总。希望大家互我有机会服务班里。好，即马大家甲你们选的候选人号码写伫拄则本的这张白纸，写好凹起来交予老师。即马公布选举结果：1号陈明仁7票，2号吴添丁38票。恭喜吴添丁当选班长！多谢多谢，请大家食糖啊！伊甲剩的糖仔佮分予大家，连我嘛有一粒。老师看到，问起来，才知影伊早起就有咧分人。各位同学，吴添丁违反选举，用糖仔买票，当选无效。哈？当选无效？哪会安尼？袂使分糖仔互人食哦。这时，对门喙有一个大人行入来，抗议老师。老师，安尼毋对。迄个人是吴添丁因阿爸，也就是派出所的主管，毋过无穿警察衫。老师，阮后生分糖仔，毋是选举咧买票，是新同学为着要教大家有交陪，才请大家食。准讲无选班长，伊嘛会炸糖仔来请。我了解吴先生的意思，毋过伫选举的时阵，分糖仔请同学食，就有买票的嫌疑。
毋过伊的目的是要交陪，毋是要买票啊。毋过伫选举时阵安尼做，就是违规啊。两个会一群，无结论，尾手因选来问我。阿仁，老师问你，五点钟有糖仔请你无？你若食有着，表示是为交陪才请的；若无互你，就是买票的行为。我想想咧，回答讲：有啦，我有食着五点钟分的糖仔。这件代志就解决啦。后一礼拜一放学要转去的时阵，五点钟来甲我斗阵行。阿仁，阮爸讲要请你来阮兜。哈？去恁兜？我足惊，庄卡人若有警察大人要找，定着无啥好康。恁阿爸请我去恁兜要创啥？你免烦恼啦，阮阿爸袂欺负好人，伊是干那要甲你熟悉尔啦。因住伫派出所后壁的宿舍，日本式的厝。因阿母有穿点心咧等，我毋捌看过糖仔饼。阿仁，我尾仔有问添丁啊，伊讲拜六早起无请你食糖仔，敢是？是啦。安尼讲来，是阮添丁仔的毋对，你是安怎要讲白贼话？我惊，想讲即个警察要掠我讲好笑话，就坚持正讲伊有请我。我无讲白贼，后尾啊毋对，添丁阿姨伊真正有请我食糖仔。哈哈，你真正是一个有爱心的好囡仔。添丁啊，你着爱学阿仁，为别人解决问题的精神，才是真正的聊添丁，知影无？你爱甲班长的工课做好势，才袂无采阿仁的心意哦。我知，我会好好做。过来伫学校，别班的同学拢叫五点钟是红妹仔，迄是明显的标志。有时会换底妹仔，毋过还是红的。阮同班的就叫伊廖添丁。伊体育真牛，耍躲避球真厉害，确实有廖添丁的办事。重要的是，伊甲我变做上介好的朋友，定定早好食物仔来，讲是因阿母叫伊早来互我的。伊阁会讲都市学生的代志，互我听，拢是我感觉奇怪，亲像讲，你敢知影有一种物件叫做电视？电视？电视内底有人会唱歌，互人听，嘛有网架，真好看呢。哈？嘛有网架？我感觉你讲的实在是讲网架呢。哈哈哈！这个少年老师甲阮教3个月尔，因爸仔母仔住伫别位，讲问落来，讲是要去一间都市学校。上尾一天，我特别较早来教室，老师敢若甲我约好的，嘛真早就来。老师，是的啦。有啥物要甲我回失咧？选班长迄天，我讲袂惨。迄天要投票进前，廖添丁毋是五添丁无请我食糖仔。哦，你为啥物要讲白贼？我惊老师甲警察冤家会互警察掠去。哈哈，你是一个好囡仔，会晓替人想。其实五添丁因阿爸有甲老师回失咧哦。真的哦？代志无你想的遐严重啦。上介重要的是，老师知影你甲廖添丁已经变成好朋友啦，对无？哈哈哈哈！想袂到老师嘛知影五添丁有这个外号。老师讲伊迄天无甲左拉的故事讲了，迄本跳舞提名册伊读了啊，要送我做纪念。
我甲红妹仔聊天顶的感情嘛维持无偌久。伊做一学期的班长，有影真热心，班里人人学乐，佮定定炸汤仔来请规班食。哪知到后一个学期，因阿爸佮互派去别位，休怪的时又无甲我相识，就走啊。我是到开学才知，校园内迄个闹像大人甲内骨带，穿的佮红妹仔的，看无伊的影子。迄学期过，总日就有人合一台电视，我走去看，有影有咧播太空飞鼠的卡通影片，毋是红妹仔咧讲艋舺的。是真的，红妹仔无咧讲艋舺。这世人，我毋捌阁撞到迄个老师，也是红妹仔聊天顶。有一摆看报纸，有看到一个叫做吴添丁的当选县议员。我毋知是毋是共名的，应该是伊才对。伊自细汉就遐敖做文宣，选议员无困难。我希望伊毋是买票才当选的。今仔日的广播剧《红妹仔聊天顶》是由陈明仁原作，罗江书编剧，夏玉华台语教证，上阳手面顶提供配乐。剧中的人物甲声音演员，老师关凯英演出，阿仁、苏秀虎演出，吴添丁、陈元军演出，添丁的老爸曲家元演出，校长刘立桥演出，同学陈希君、朱伟成演出。暖暖站门口，咱来故事串联。放花来卫生。今仔日要来甲民人先咧开讲的读册盘，是咱闹台语随书的台语社，陈明仁台语文学读册会4位代表：阿关、威良、丹路，还佫有慧玲。首先，咱来听这4位读册盘分享因读这篇故事的感想。各位听众平安，我是闹台语随书台语社的做事人阿关。这个红妹仔聊天顶，我感觉这个故事大约会使分做，就是敢若大人知，囡仔唔知的。就是这个选举吼，老师伊会去安排一个新来的人做候选人，而且佮讲，过几工后才要投票，这就小可无事上嘛。所以我嘛一直在怀疑讲，这个老师伊是安怎要安尼做是伊咧想要巴结即个警察局长，是安怎？毋过上落尾，老师佫讲当选的人因为有分汤啊，逐个所以伊的当选资格取消，
咱就表示讲，即个老师伊是真正要互学生去体验即个选举的运动吼，做法是较先进的。佮一个即个故事我头前咧感觉变做袂输咧读探情小说，我就一直咧想讲，这背后是发生啥物代志吼？因为像即个老师伊就是申请要转调去罗市的学校，啊嘛顺利就通过啊。应该是真认真啊，哪会遮简单？是讲即个警察局长有去甲伊讲啥物代志要爱伊配合，啊是讲又去来喊，叫伊袂使安怎做，利用伊的关系去甲老师拍通关，互伊会当申请转调，则顺利的，啊是安怎？啊是讲即个老师伊想要转走，是因为警察局长咧甲伊监视，啊，因为老师的思想是较先进，伊想要互学生学习民主，啊，所以伊感觉即个所在毋是伊无法度发挥伊想要吹哨的即种民主，所以伊就选调，啊，伊可能去甲警察局长啥物交换条件，这咱就毋知，啊是讲因为局长足欢喜的，因为后生去老师安尼安排吧，真正去做班长啊。所以我感觉这篇阿玲伊的铺排吼，会当互人头壳一直洗啦，要敢若要解迄个出侪问题，想要去知影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安尼。我是威良，大家平安。我住伫德国，最近读台语，我嘛真趣味。来读这篇吼，我是感觉讲这个囡仔的世界。其实就是咱大人的世界一个缩影啦，吼。当然咧，这个过程内底，咱会咧看到佫有选举啊、等等，啊有这个囡仔友情安尼，嘛是真无共款，嘛佫有真有社会性安尼。就是讲这踮咧大人发生的代志，囡仔影响嘛是共款的发生，啊受到大人的影响安尼。较无共的是讲吼，我则想着讲，因为我阿真先有一个讲要做这囡仔的教材。所以我本来就咧想讲，这篇吼也用这红笔啊来写，互我想到这个欧洲迄个囡仔故事，这个小红帽，虽然囡仔的这个红帽啊，这个故事，但是比较起来吼，我感觉这个故事较好，就是有怎讲，小红帽敢若纯粹是咧吓惊囡仔尔，咱这个故事佫真有现实感，吼，真实感。佫有讲到囡仔的友情，我看应该以囡仔的角度来读，会佫较欢喜。大家平安，我是陈路。我感觉读这篇头起先其实故事煞尾有去插到我心肝内底一寡代志啦，就是讲搬厝离开我原本读的学校这件代志，其实互我有真深的感受，因为我细汉时搬厝几啊摆，甲爸母的迄个经济状况有关系。落尾手我是伫大学的时阵才知觉着讲，其实我心内底有创伤，就是暗时有当时连梦去梦着以前离开的迄种感觉会流目屎，就是咧困的时阵流目屎。落尾手我有家己去治疗这个问题，就是家己一直去想讲到底是为虾米，甚至去找以前的同学，甲因食饭开讲者才发现讲其实迄个代志因无即个代志，因无即个问题我有，所以甲因安尼讲话的过程当中，我才知影个讲其实我家己爱去透放嘿我感觉即个故事就是落尾手即个先生是别位来的尾手佫离开，即个情景有互我去想到即件代志就是讲算是读的过程读了，家己佫留一摆安尼，嘿有真深的感受。毋过就是我感觉落尾手佫转来看是感觉阿仁伫即个故事内底放一本册，迄本册就是迄个先生互伊读的迄本 Zola 的册嘛，迄个跳舞的题名册我有去查即本册伊在写啥物主题，我感觉阿仁是照即个故事互大家会当去找即本册来读去了解讲迄个作者主题咧写啥倒转来要互读者会当去练习，还是讲学习着讲用即种角度来读即篇故事，甚至是会当去
看咱的社会。我感觉阿金的用心就深的，真正是感觉厉害。大家平安，我是住伫台北的慧玲。伫拍片的故事这部小说，我感觉这篇上特别，因为其他的故事拢写甲介写实，写实甲阮读册盘常常都问讲，这故事真的假？这是小说还是散文？红梅仔聊天顶这篇，我感觉上无写实，主要是因为红梅仔因老爸做警察局局长的这个角色。我添丁因老爸甲囡仔号名做添丁，应该就是台湾人嘛台湾人伫1950年代、60年代，通做甲警察局局长，应该真稀罕。警察局局长因一家伙通过甲遮尔舒适，袂输阿夏，钱为倒位来？囡仔人会晓买票的步数。这百面是大狗搬树，小狗看样嘛。学校内面囡仔人在选班长，警察局局长竟然秘伫教室外口监视，搁出来甲先生相济。这篇故事在讲囡仔在学大人选举，亲像在办家伙真心实。毋过国民党伫戒严时代社会控制嘛藏伫心，所以我感觉这篇就亲像格林童话迄种囡仔故，其实有恐怖的代志藏伫内面，无拆互明。另外一点就是，拍片故事这部小说的主题就是人离开草地，田庄就拍远去。这老师甲警察局因一家伙为外地搬来到草地，无偌久就离开，就是讲将其买田庄草地，毋是人的归属。就是这个小说的主题。好，咱感谢四位读册伴分享因对这篇故事的感想。接下来，咱来听作者闵仁生的回应。这里面这个老师伊是一个文学者，伊也捌写小说的。这个小说为着要去来看，我头光写迄个跳舞听名册啦。这篇小说毋是啦，叫做给尼农的故事啦，左拉这篇小说的题名是女朋友啦，叫做给尼农的故事，内面一篇尔。伊个短篇小说是叫做尼农给尼农的故事，内面一篇跳舞提名册啦，安尼我讲起来伊个单路讲也对啦，我嘛是要大家去看这篇小说啦你若去看伊个左路的短篇小说是还佫有啦这我真单纯啦，无啥物政治思想啦，因为这要互囡仔看的，无啥物政治的要无啦，无啦。做所长嘛无遐佫偌大，对吧？迄嘛无遐佫偌大个，是因都市的关系，甲来甲草地，因遐有电视啊，咱这都无电视啊。然后遐有对啥物就对，咱这增加我是都一塌的增加，人都无啊。校拢社团有无？阮这个小都无社团啊，嘛无啥物球队啊。我讲的是讲，这种都开始了。若讲选举，这是我编的啦。我较早选举了嘛，老师讲上就上。我编的讲，要互学生体会民主的选举的方法啦。所以叫因讲有3工投票，叫因搁进行发表有无？搁做文宣有无？迄是我编的啦。伊真正是用钱啊咧买票，无毋对啦，对吧？尾因老爸嘛，甲伊回信的有无？伊会讲袂使，就是因老爸叫警察抓去啦，因老师啦，但是我为着安尼，因老师甲警察收钱啦。这个囡仔偌古锥咧，警察会抓人啊，因老师嘛甲伊收钱有无？叫警察抓去，就讲袂使讲无啦，我就无对安尼啦，我冇吃到啦，其实无吃到啦，你种台湾是设计啦。拄我咧讲，那担正有影啦，有一个物件，重点是咧讲迄款，你有讲漫画有无？你讲电视拢毋信啦，尾走了后才知讲有电视啊啦。好，感谢闵仁生。接下来是咱问题时间，咱请读册伴分别来请教闵仁生的问题。仁生，我有2个问题想要带你请教。
第一个问题就是讲，伫故事内面啊，一个人伊咧读什么册，应该就是讲作者想要表达，即个人伊的个性甲价值观。阿玲安排即个老师咧读即个Zora的跳舞提名册，是要表达伊的什么个性甲价值观咧？搁有就是伊咧读即个囡仔讲即件代志，伊要读即个册，而且要写即个小说。毋过别个同学入来，伊就无搁继续讲啊，这是啥物因端？过来就是即个册名叫做提名册，是甲即个班长的选举提名敢有啥物关系？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一个我都讲过啊，即个老师讲伊下摆就是要写这本册啊。我这囡仔都毋知影讲有去偌济啊，伊讲册毋是政府本的，有无？你来讲册毋是政府本的，有无？你毋知影有课外书啊？这是纯文学啦，就纯文学个册啦。表示这个人就是要做文学家嘛。要做文学家的人去做政治，哪有种成绩？这拢会当说明讲，这老师的个性啊。因为我3年啊时啊，真正拄着一个老师吼，拢穿白瞎子，干两副代老师哦。老师伊来1个月就走啊啦。我对伊做欣切的，就是讲对这现代文明的欣切啊。阮整个校老师那么代课的，有诶无？迄真正。互亲情来阮遮，尾来请教。迄老师有问讲请教，伊就去申请。较早师范毕业了后，会分嘛。你若有啥物工作啦、父母问题，当请教安尼啊。我讲过啊，这表示讲这是一个大拉的文学册啊，表示讲有要做教师教文学家决心嘛。毋过伊敢会惊人知，因为其他学生入来伊就无搁讲啊。实验教都袂使开讲啊，要表示讲对你较偏爱啊，袂使安尼啊。我的问题是较简单啊，因为我感觉讲，这篇敢若就是有写着讲，这一个现代新的物件来甲这个产生，用这个聊天顶的这个学生来做一个代表，因尾啊，就搁走啊，敢若对这个庄卡所在是敢若宴会安尼，就放过就煞安尼。但是这个现代的这个角色呢，伊说来买票啦，是讲做一寡，感觉互这个囡仔，还是感觉。较无共啊，另外这个囡仔佫会使踮咧这个过程内底，才有现象就讲，伊是较大量啊，伊就为着别人的这个利害关系，伊就会去想着大局讲我就爱安尼讲，虽然毋是安尼，但是伊就是会去体谅别人，所以这是一个两个完全无共款世界的想法甲价值观，对毋对？就是所以我咧想讲。安尼写出来意思是毋是讲是咧怀念着讲咱过去迄个拍远迄个时代，迄个好安尼，是咧问安尼。是啦，这个主角的囡仔是足纯真的囡仔啦，是足纯真的囡仔。伊就讲选举的时，比如讲啥条投互迄个罗潭边啊，老师讲你袂使有这种独选啊，你毋是讲互负责个机会，你若叫我袂使有无？是啊，有这种。你讲要互服的机会。老师嘛是讲拄来尔，要互服务，所以讲要讨好，咁绝对都无影的啦，无可能啦。这班长嘛是服务啊。大家平安吼，就是我是陈乐。我读这篇了，我会感觉是这篇就是这囡仔人的角度来探讨选举甲政治本质是啥物。我有啦，讲敢是人敢有这个意思，就是要爱咱去思考的代志。第一个是，就是讲这吴添丁伊选举分汤啊，甲因老爸，就是知影这件代志了，就是会欢迎。伊虽出现伫迄个教室内底落尾手就是搁找迄个囡仔去讲话这件代志，就是讲人是毋是有要爱咱去思考讲，因爸仔囝这个欢迎，伊这个行为甲伊的欢迎，倒位无实在。第二项就是讲，就是要爱咱去思考讲，参与选举的本正的目的，甲手路到落尾，选到落尾了，一个人是到底是伊是为着要选调来参选，还是讲伊是为着要做代志来参选？咱要安怎去判断讲，这两项有啥物无共？就是毋知林敢有透过这个故事，要爱咱去思考这两项重点啊。有啊，我透过老师甲因讲啊，讲班长是要服务大家，因为这个派出所警察这个囡仔吼，
台湾人无人唔知警察的啦，所以伊是讲啊，伊就警察啦吼伊来咧调查，叫伊来讲有，伊若大家拢分糖仔嘛有分你，因就表示毋是买票无，伊要交朋友的嘛。你若食无对，就是买票嘛，你是对就食无对嘛。其实伊无分互伊啊，你若知影安尼讲出来，警察会甲老师抓去啊。所以这拢做纯真的代志啊。有一个代志我爱讲啦，你唔能认为讲，迄个时代讲有主权收一摆啦，唔对啦，因为18趴是哪来？连基建的国务主权都好康的啦，都人我国民党2000来的人，拢都好康的啦。做些人，以前的做偌济人去做老师啦，做什么嘢，拢乱晓摆的。迄个时代，你为个时代袂正啦。国民党多来惊嘛，伊就先用钱，我们也想要一寡人去做国民党的代言人呐，因的这个宣传员呐，老师就是个宣传员嘛，因拢代言人嘛，所以对你台湾做好啦，不要讲老歹啦。在故事内面哦，就是个老师在读迄做咱的小说跳舞提名册，我有去找迄篇哦，不过我感觉。迄篇就是一个歌女仔伫汉民啊，做如数帮安尼细细念。我其实哦，我无读煞呢，因为迄种细细念的迄种风格，我实在读袂落去。所以，要对这国校4年仔的囡仔吼，讲迄本小说应该是真恶啊？为什么要经迄篇跳舞提名册咧？好，这是我的问题。我感觉要是这少年人，这少年老师想做作家，做读文学册啦。当然找一个较困难的文学册啊，做鼓励啊。就像普通迄个无代表是伊的迄个要做作家决心吗？迄毋是要互囡仔读啦，毋是啦。真正是伤过高深，连我嘛读袂落去。因为我嘛有去找这本小说啊，伊的分类是分类伫个社会观察甲社会批判，啊，毋过伊个手路可能真正是写甲真优，就是讲你爱知影讲伊这种语言其实是在写迄个时代背景，啊，小可爱研究者，爱较看有。这嘛是作者咧卖那种文学知识啊。所以啊，人生你嘛是想要点是无？对啦，因为我读初中就读过啦。初中的时间读有，我都写本来这拢买啊，有读无管啊。无，我只是想讲，我买60岁啊，迄本册我还佫读无。迄阵都是干那想要讲，我要做本来家做册啊，读了，读无管啊。尾啊，佫等读知影要写啥。迄个老师的角色，啊，人生你嘛是有你家己放伫咧迄个老师的角色是无？迄老师就是我师父的一个现代的时髦人物啦。教阮一个月呢。好，感谢今仔日4位读册伴甲咱民生的精彩交流。上尾咱请理工局文教基金会执行长陈芳辉老师对文学的角度来分享伊对今仔日这篇故事的见解。尾仔聊天顶吼，我想作家吼介要义这个主题目吼，虽然有诶咱看起来这题目敢若反正就主角啊，这个可能检查嘛，值得咱咧练习台语文书写诶朋友来学习啦吼。就是讲你要甲这个作品做什么款诶题目？好，当然一个是讲重点是啥嘛吼。但是另外一个重点，我感觉嘛会使思考的，就是安怎写人捌，安怎互人感觉想要来看。哟，奇怪，啊聊天顶就聊天顶，什么咧红梅还是什么碗糕啊？啊，就是讲这个较写人捌较奇怪，也是讲较特殊，也是讲较安怎趣味等等啦吼。这种写人捌的这个主题，这嘛是其实有要紧啦吼。另外就是讲买票的文化，这过去国民党时代的少数上的。买票文化安怎会当真现实来发生，而且佫是讲起来讲是伊有伊的技术性，有伊的技巧性。毋是讲我著走来恁兜，我就是摕一个红包袋仔互你安尼，毋是即种，就是伊就是有甲买票文化
可能互你感觉真无形啦，无啥感觉啦吼。啊，毋过伊可能就是啦吼，啊，就会一种就是你啊讲啊讲啊正面的讲啊，就是建立好感嘛，互你对伊就是感觉袂歹袂歹，这个人诚好斗阵，说有请我食物件，啥物啥物吼，就是这种买票文化，我感觉伊是有，我超工也是超工咧甲这个物件吼，来互大家去感受啦吼。啊，毋过另外一方面，你嘛会当讲，其实伊是咧写囡仔的迄个友情，迄个友情。当然嘛是真实的，啊，所以我讲啊，这篇内底一方面是当然聊天中这个人物，侪人会去思写着啦吼，有的人个当作就是一个抗日英雄，或者是一个民间的一个反抗者的代表吼，对，啊，伊是借这个名吼，嘛会使讲是借了添丁的名吼，因为其实嘛袂少人叫添丁啊，过去迄个时代，然后借这个名要甲聊天中这个物件印出来。啊，若假使你咧看这篇的时阵，你根本毋知影啥物人是廖添丁，其实这嘛是一粒种子啦吼，反正互你感觉有趣味，奇怪这是啥啊？然后你就会去找找有关廖添丁的资料，嘛无定着吼，嘿啊，所以用这个囡仔时代，那像咧写友情吼的这个故事，其实我感觉我看着重点是伊咧讲迄个买票文化的一个趣味的物件。暖暖专门客，咱的故事探万地。节目上来，咱邀请台语专家，前台湾歌册协会理事长萧凌春老师，为咱来讲解今仔日节目中出现的一寡特殊的台语词。红梅啊，廖添丁。我有讲到阿仁的日语词足济，我是讲识字，伊只注音是字，识字。识字，我想是去互迄个词叫做逆向动画。过来 necktie， 英语讲做 necktie 这嘛是同款，日语嘛接受。关灯工就是假日，即摆可能较早较侪人讲假日，里里扣扣一大堆里里扣扣阿萨布鲁一大堆这首《故乡的残垣》是陈明仁作词，纪晓玲作曲演唱。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专门客节目。这个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专门客电台制作，公司主持。感谢陈明仁、萧凌春、陈鸿辉、陈木真、吴希美担任节目顾问，杨文言、丁凤珍担任节目来宾。台文博览会、瑞士老台语、古吹台语声三个读册会协助节目制播。专门去电台配音团队甲第5届台语广播配音演习名学员参加广播剧配音。襄阳唱片、文顺唱片提供音乐。后一集咱要播上的故事是治疗性啊甲压力，欢迎准时收听。
远，敢要笑到阮故乡的残垣。